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梦，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生老病死是每一代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各种睇人生最慢一段路途的时节，如何有人可以听说你亲人行的也係最慢的一条路，其實我相信對許多家屬來講嘅話，會相當嘅安心。你今日有請到係有一個有60年經驗嘅生命禮儀公司嘅，一個算是最年輕嘅負責人，廖文平來到現場，伊同我哋分享講，伊做乜可以想要做一件事情，同時伊為到一個行業帶來樣嘅無窮嘅努力。我哋今日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廖文平來到現場，文平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傳承60年嘅禮儀公司嘅家境嘅負責人廖文平。文平歡迎你來到嚟現場，我想問一下，文平幾多年次啊？我係82嘅，82年次。其實因為一般的人會講到禮儀公司啦，以前是當然有另外一個名稱，不過禮儀公司，我想到講，其實話算是一個幾特殊嘅行業。一般的人來講嘅話，我哋求學的路上唔會有一條路去選擇啦，但是就頭先我哋講啊，你已經都係有60年咧，等於講萬些時節都聽到有個行業向下抬嘅。萬些時節同爸爸媽媽做一件事情嘅時節，有乜嘅唔知個影響過什麼事情？我印象度裡有幾層嘅印象就會講我閒些時間，同我阿婆媽媽帶去太平嘅，所以講我印象度裡我幼稚園多見，我伊個印象講。看到地杯幾多嘅面長嘅啲嘅相，唔過我嘅時間真係好奇，很多年面啲嘅聽會做乜嘅喏？我阿婆就講，個演嘅水木啦，所以講我很細時間就對生死有一定嘅認知，就同偏人冇相同，所以講，因為我哋從細就接受一個行業，其實唔會驚，我唔會驚。我相信其實人會講一件事情，係對於我哋咧，算是我哋咧家屬嘅反應。譬如講，其實阿婆帶人去嘛，錯。嗰種阿婆佢家本身都會有講嘅反應嘅時節，生人都會講。錯。嗰種太人啥表現咧講幾刺眼，佢因為講生死係一種幾刺眼嘅過程嘅時節，其實本身人嘅反應都感覺到講，太人都幾刺眼。嗰種一件事情係一個幾刺眼嘅事情。錯。唔凡是睇讀書嘅時節啦，同學嚟講唔係都卡做也會算是比禮儀公司嘅時節，要對有乜嘅目標嘅人講。我媽嗰啲時間，大家講佢做23年會乜會重年，當我一個時間，大家同學是講阿喵唔做禮儀公司哦，認真咧，一個見啲行業有冇條路真係好。佢特別要多啲幫助你，也真是功德並福利又雙數。所以講，當我入邊嘅時間，我認為講我做禮儀公司，我真係傻皮哦。係其實安尼我談好啦，我嘛感覺到幾好啦，因為我以前我有講我算是觀念唔係按清楚嘅時節，我認為講有啲嘅事情本來都講我幾特別嘅事情人可以做，嗰時我認為講幾特別嘅人可能嘅行業可能都幾特別。但是其實簡單來講嘅話，生死一件事情，每個人都行過去。有人同把人接到呀世界上面，如果有啲人把人送走呀世界上面，同時，我想我哋頭先講嘅呀，嗰種睇送行嘅也會過程裡邊有啲個專業嘅一啲人同聽數唔講，睇最慢嘅時節，睇按比上嘅時節，去聽數可以啲做一啲個適合嘅一啲禮儀，個適合嘅一啲過程，其實係一啲個專業嘅事情，我哋講屬於悲傷處理的一個行業啦，咁問題係睇求學嘅過程裡邊，唔知家有想到講，乜個時開始想講我接入嘅行業咯？我其實有時間，我媽去到南面縣去甲打拼，嗰條時間我哋冇卡因為從美濃搬過去南面縣去甲打拼嘅時間，我冇卡3張嘅人一條線哦，所以我喺旁邊嘅時間，我看到成果呢啊。我嘛真蠻強咧，因為我識翻嘅東西就會靠一個行業，所以講閒些時間一個細條真是冇講幾把，因為條都能跳出來自家做，我有可能我媽真蠻三忙打拼，所以講我談到天發相遇嘅時間，不管乜嘅時間，我哋睡覺嘅時間，
俺马上我跳起来去准备东西哦，准备金圆子啦、水虫啦、滴滴丢丢的东西，准备好些时间，俺能做得看牙眉，去甲食材饼牙吧去做些。俺留论地不卡，其实俺新冠肚里吼，刚刚讲俺过无奈，因为俺很细，力量啊无过大，俺做得天数的常常准备东西。故所以讲，伫俺新冠肚里，俺就打算以后。我做的话，我喺一件啦，做下来、担起来，我喺成为我妈最好的保守安尼。嗰時候等於講萬歲時間，你嘛有看到講也嘅行業，吼，因為其實唔係講唔單止講係以賽道那麼些嘅問題啦，吼，其實因為以前係啲新 Q 喺高價嘅時間，吼，尤其新嘅更加嘅禮儀公司嘅一種經營方式，同我哋傳統嘅。嗰種算是禮儀公司嘅嗰種經營嘅嗰種算是衝突嘅時間，其實我哋傳統嘅禮儀公司嘛度到幾多嘅，嗬，勝利比長嘅幾多啦，嗬。嗰時其實嗰時間對你來講嘅話，如果想到講，其實喺呢班嗰種有能力嘅話，希望講嘛可以把嘢嘅點樣接下去，同時嘛可以去承擔嘢嘅重任。但是你問題係，你自家嘅特殊嘅時間，如果有想到講。因為其實更加有安尼專門培養嘅嗰啲學歷啊，其實有上過行一條路嘛。我原本就冇去上過，我讀一條科系。你點樣咯？因為我很細多太好，我結束結種嘅時間過咗。其實吼，我喺地不卡做些做順，我能去學校上課。我咩講8點9點嘅時間去學校上課。故所以講吼，有啲時間啊，因為我哋高中嘅嗰種嘅。保全，看到我從零查過來時間，本係學到咁樣，因為有啲學生嘅從零查考來上課咯。啊，因為我哋求學嘅時間，我本來就會半工半讀啦。因為我經常喺聽書我媽，故所以講我就選擇一條路。啊，唔過我第一條路學習得蠻多嘅時間，我認為講我哋太學嘅時間，我做得去學到其他嘅專業，可比講。法律嘅問題、機場嘅問題，嗰有退休嘅問題，我做得去老主家，做得更加完全嘅一個服務，本主家感覺講我會甘心咯。唔乜嘅問題問要好嘅，我就唔是問萬年，一問要三唔低，問我就最低。等於如果你要服務個完全，唔好像以前講，只是睇我哋嘅算是我哋禮儀行業地位吼，我用嚟去入殮吼，我用嚟去洗手，我用嚟化妝嘅。但是其實更加可能我讀到嗰度係法律嘅問題，同時話有嗰度嘅財產繼承嘅問題啊，嗰種有時間一事情多來嘅時間，一條事情唔掉滿萬人。我唔係講歷史規劃潛啊，只係講一下潛唔到歷史嘅時間，其實嗰種講有啲一個長想嘅話吼。對，算是一種心靈上面的一種個變嘅落啦，嚇，個變嘅落。嗰時唔幾時就大學系統乜嘅可能啊？係台南大學嘅經營管理學系。經營管理，係。咁我啲嚟講，後來嘛，讀碩士嘛，碩士係做乜嘅呀？讀行銷，讀行銷。對於你講，其實你自家雖然講一萬歲路上愛去接業嘅一啲行業。但是對你讀嘅同碩士同研究嘅，等於你講希望講喺邊我有無窮嘅經驗嘅方法，同時有無窮樣嘅行銷嘅方法。錯。但是我認為講有啲行業算是一啲很封閉嘅行業嘛。我講唔會，因為時代嘅進步，大家攏會談論最流行嘅東西。馬相同，我哋辦禮儀公司。乜嘅行程啊、阿邊呈現嘅東西，大家冇想會像條擺安尼按古板嘅，故所以講方式唔會變，東西唔會變得過精緻、過有美感，因為大家會想會看美嘅東西，唔會講按古板咯，我真是我嚇唔得安尼。因為其實你喺萬歲都聽到大嘛，嗰時等於講唔係有看過萬歲，算是我哋嗰傳統嘅嗰種禮儀嘅方式，一直都更加嘅，算是更加個現代嘅一啲禮儀方式。錯。一變得轉變，你即係認為最大係轉變乜嘅地方啊？條擺我哋在辦一個喪事嘅時間是年卅夫子咧。23年夫子咧，故所以講主家要去請萬年啊，要獻上敬嘅啦，講潮嘅啊，攀竹嘅啊，東西我自家準備啦。啊，唔過多見獻退有冇？獻退人啊，就講就一些書本包辦，
吼莫爱去准备乜嘅東西喲，我真是唔會準備啱啲愛去來錢嘅東西。故所以講，多近嘅時間，吼我哋大部分嘅利益公司弄一些數包盤，重點就冇一本主價，吼去小講我小乜嘅東西，親愛呢，我哋就準備好些嘢。冇錯，因為以前的人吼，他可能係一個權啊。嗰時有乜個事情的時間可能過1000萬然後做乜個1000萬，做乜1000萬。但是今日他個人連夾標年啥攏識。錯。嗰時二萬唔掂，有啲人連最尾一身衫褲安內買攏掂。錯。好，嗰時等於你講，伊同天馬打過嗰種可以本全部包盤的話，對於人來講其實最好的啦吼。嗰時我睇到一篇，我發現到講，其實更加理念嘅工作已經朝向我哋咧，嗰現代一種方法去復刻我哋他個人更加生活。就是下個下檔節目，我哋賣報道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高雄民農嘅廖文平同我哋分享講，伊當初做乜個位介入我哋理念嘅公司。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頭已經有講到講，其實你即個嘛算是佢做咗一天、2天介入也會加速嘅一個事業地位嘛。佢更加更加唔知係也會事業地位係用嘅角色，同時分批嘅工作係乜嘅啊？我其實從頭到尾做商務、物種。做生意、說好話，帶領家屬，還係變做精神，將我哋福高，我哋客家人講嘅精神，就帶出門嘅。但其實攏有學到，唔講我學入嘅按完全嘅東西，唔係講我會去搶別人嘅舌頭，是講假使講讀到有人無法度嘅時間，我就提了上去，我學習入嘅一般時我是喺現場。去分配工作嘅，我乜人愛做乜嘅，乜人愛做乜嘅，我就各人有各人愛負責嘅事情，我是最尾我哋決定現場嘅所有事情。你係聽啊，因為其實我想講，每一條架，每一啲工作落去會做，有人無來嘅時間，都夾喺集嘅位嘅。錯，唔可能講一陣人無來，我哋見面做啲嘢，嗰種其實條架一天愛去接下工作，只是我好奇講，從這個工業就冇叫我寫條，係全部聽人都卡學到嘅，還是講其實還是要對冇叫我師傅去學習吧？我有幾多嘅師傅講嘅，一個是做禮儀嘅師傅，一個是同68年用做人力公司，故所以講閒些時間我喺高中邊大學有去人力公司上班過。去學習別人做嘅方式，故所以講去學習到健身，喺我哋傳統嘅健身師傅，一隻是單眼用嘅念，單眼用嘅去打發氣，有雙拍、下拍、抱中骨、變闊練嘅，一啲搞，嗰還有強調、遠調、遠面，一隻是講嘅念，變時而喺我爸爸。因為我爸爸馬上通有做一行，伊就係司儀，我就會同伊練習。司儀我用嘅講，我用嘅說法，我帶領家屬，你去嗰種嘅環境地位，不以心中嘅唔判斷，做得有一啲出口。可是從唔頭都會講到眼鏡嘅部分，唔但係用黑框眼鏡，還是用河洛方眼鏡？我哋是用黑框眼鏡。因為我哋面容那邊成嘅片冇嗰種嘅好多年嘅見識，我哋眼完全就係黑年嘅見識，黑年嘅強調，黑年嘅技術。其實觀眾朋友看到嘢，我發現到講，其實頭多文憑有講到係82年次嘅一啲寫俄羅條，然後對我哋後生人，但是唔會發現到講，其實也黑化講得一定好，因為黑化其實係對也日常地位，對也工作地位。慢慢地看得出來，唔係嗰種我哋講是學習出來嘅學法，因為幾多嘅幾難嘅事，伊都壓得幾清楚，同時嘛講嘅條理嘛幾清楚吼。可是相同到我哋門度講南門線其實跟我講，大部分還是講學法處理學法一個算是一個家屬啦。錯。一般來講嘅話，我哋黑人做禮儀同好容易做禮儀有乜個差別？幾多差別咯？第一個就語言嘅問題。
嗰類天嘅有冇？我哋學年有學年嘅行李，叫做學年先生。我哋有開考，有大貨吧，有高做高忙。咁講我哋講入嘅東西，對好多人嚟講，佢講唔多都係啲講物嘅咯，但有按複雜嘅東西咯。啊好，嗰度嘅嘗試說啲好話，我哋學年最正統嘅唔係用講嘅，我哋啲點做是用創嘅。我哋咪講哦，我哋點做嘅喲，唔係安尼，我哋是用創嘅方式。你有啲源頭嘅一啲講法嘛？錯，嗰時等於你講，咁等於你講，一安尼一啲歌唱地方，如愛全部學。錯。唔係幾多人差不多對一到四開始學嘅。我從細到大，我就是都看到睇。看到睇。咁問題係講，從有啲嘅地方都係講猛嘅東西，有一啲東西要記錄下來，平常可以讀嘅嘛。冇。現場看。現場看，現場學。啊，我自家做筆錄。哦，這個嘛做筆記啦。係，自家做筆錄。希望真係有時候記唔到，因為有啲係古文。好，人哋講古文雅嘅一種演法啦。因為其實更加有啲會喺訓練理性嘅一種學法理性嘅啲歌唱地方，都發現到講其他聲音嘅古文嘅長度啊，冇按過，因為白話文太多嘅。嗰時候有時候你配合嘅東西嘅時間，唔止一啲配，唔止一啲講猛嘅東西。咁嗰時候一件事情對人嚟講有困難。對我嚟講，我太好以前我講真嘅咧，我唔曉得講客哦。安尼哦，太好以前我唔曉得。我頭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人講客話講還好咧，講到萬些講到太咧。萬些是笑談，啊唔過我哋後生嘅有冇講真嘅呢啲學校好啊，講客話以後，咱們減少。啊，嗰段時間我哋讀書啦，因為我是讀自由班嘅，嗰時候我哋以讀書為主，就唔係講我學習客話。啊，我哋太好嘅時間，我變成講慢慢了解到，係你做唔得咧。因為我哋學你自家嘅文化，學你自家嘅語言，就會同好多人冇相同，同別人冇相同。所以講，我哋有自家嘅語言嘅方式，我哋會用一個方式嚟示範，總唔得講忘了我哋祖宗言。唔錯，係。但是我哋幾多我哋頭都有講到講，譬如講我哋客人來講嘅話，對開始開掉點做，好容易冇開掉點做嚇。好容易冇開掉點做。哦，好容易冇開掉點做。好容易絕對冇。嗰時等於你講也一套，其實我諗地講我哋睇嘅行嘅加速力嘅時間，行嘅其實我哋比好多人來講，我哋咧禮儀個反覆啦。錯。我哋有時崇拜，有時我諗地講冇想到講，嗰時係有乜嘅差別咯？3天里。3天里有差。3天里有差，因為我哋對行禮嘅時間，又會。用衝嘅，我哋可比講我哋咧衝門嘅時間是福以思量，天地開中，我是用衝嘅方式叫做行好之力。啊，好多年是冇，好多年就直接做好福下去，就開始家己嘅。安尼有安尼差別我意思覺得講，也係因為我哋更加相對簡化關係。一般都冇安尼。本身就冇。咁相對嚟講，譬如講我哋更加算是相對一啲，算是禮儀公司接咗以後，咁種我哋希望講可以辦一啲客家嘅，客家嘅算是記憶的話，一般嚟講我哋會有乜嘅東西，乜嘅過程會揀起來啊？就第一啲會大火把。大火把。大火把，大起啲時間。大火把其實可以睇一般嘅嗰種更加。天地會做嚇，攏做得，慢慢做得嚇。大火把係。大火把以後會開掉，開掉。高祖高夢。高祖高夢嗰陣，我哋轉叫。轉叫。又係我哋客人咧最特別嘅方式。冇錯，亦記得叫鬼快上。轉叫。係。好，然後還有呢？太不能做安呢。轉叫開始亂咧，好。但最尾愛真係愛家己以前都可以，能點做。家己以前我先點做，係。點做起啲時間，然後又開始家己。係。嗰時等於你講，嗰種我哋更加愛先一套我哋咧客家人嘅一啲儀式嘅時候，其實前面如果加到也就會寫條。嗰時嗰種講，我哋咧家屬同講，我哋希望講也可以派咧。
算是一个客家式的一个算是基点的时间，如果提供，我们可能会改一条东西。错。对，如果算是客制化的一部分啦，没讲能很制式的迷等一路重要一件事情。冇。刚我想问哦，佢嗰种很演出面。演出面吼，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哦，係。我哋讀到時間，我哋會滿意，唔係基督教還是天主教，因為也用嘅教啊，判嘅方式冇相同。基督教就會講，吼，請一年來主持，吼一個祭司，吼告別禮拜。啊，天主教是愛神父能做得主持，也個告別彌撒。所以講，我哋會問清楚，能做得去，吼愛合默嘅禮，我哋能曉得。對，如果先分數也要教派啦，吼，也要天主教還是，嗰種同也要以這個起碼嘅衝冇關係。冇，嗰冇關係。係同默嘅唔信嘅默嘅教有相同。嘛有條客家人有冇？攞嚟攞杯時間，伊就講講，伊普通接觸嘅是好多年嘅佛教，所以講，伊就講，做乜佢行禮咯，要簡單判要好嘅啊，但是按複雜咯，所以講，也個多東西我先同主家先參詳，看主家平常嘅時間，伊接觸嘅禮數是到底是哪種嘅，我哋用嗰種嘅禮數去判伊嘅喪事，安尼個嚴埋。好悶哦。嗰種地位，譬如講，而家我哋算是宗教幾多年嘛，吼。嗰種一啲家族地位，有條你要先天主教、基督教啦，啊無爸爸媽媽信佛教、道教啦，最晚冇辦法結天，唔能用嘅。我有一擺讀到幾厲害嘅事情，而家家族有冇本來就會用基督教嚟判，判咧結果日子有冇要信道教，要服侍神明嘅。啊，基本上就同我講，我用禱告喎。啊，所以個別意思，攏只是用禱告神明的繼續。啊，唔過伊加出嚟嘅時間，總見攏信基督教會用嘅咯。我就最後問嘅爺仔嚟講，你要確定件是最美嘅哦。我到底係用基督教係禱告呢？伊講冇做得過基督教嘛。我就現場就主持告別禮拜。還做得安。個福相就先拿下咯。我喺嗰度福相嚟嘅。我做唔得，兩位會上到。唔，你即個講好咯喎。好安尼吼，嗰啲你講唔嘛幾麻煩嘅吼，馬上都愛改變嘅事情。我做會多，因為我嘅書記有冇，我本身嘛有去看一個基督教嘅嗰種嘅告別禮拜嘅經文啊、詩經啊、聖歌一條，我都有記錄定我嘅書記嘅。我就會講臨時臨了，我會去應付所有家屬嘅需求要求安尼。嗰時睇啲幾多年嘅沙飛地位，其實佢啊對我哋最尾一條路，我哋行用嘅一條路，其實我哋先生嘛幾多年。有時下一段節目我哋咪幾多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節目來自我哋美濃嘅文片來到我現場，同你分享講，我哋客家禮儀同好多禮儀有乜嘅差別？我做請問一下吼，因為其實我哋喺面書上面是看到講有一種算是幾新嘅方法來介紹也會算是也行業啦吼。其實有啲譬如講，唔會教人講用嚟去看嘅算是金紅嘅啲貨幣，可能啲，我可能說我都在想講，那你教人。有沒有算是破解我的行業的秘密？因為有的人們因為個反正都唔掂啊，伊啲慢事慢啊搞唔清楚。咁咱那個原因啲嘅，你要講你這個把我的行業裡邊秘密講出來，安尼有夠好嗎？其實講一個東西冇是價錢的問題，因為人會先認同，人會講一個真是用價錢。所以講唔教育方法，嘛係教育用嘅。提供一等東西，只是有分好壞。但是至少我看完了以後，你會發現講啊，其實我哋平常都是一定會面臨到問題，你會感覺有人同我講很清楚，但是我至少我在做選擇的時間，因為都是人還是會同我講嘛，人還是同我講有啲選擇啦，啊，你講用我講好，其實很多問題是睇下有冇，然後冇好冇價錢啊啲問題嘛。嗰時等於講我而家有一啲先看好，先學習到，多識到看一下。
好，至少对一般人来讲嘛，算是吸收一种新的一种知识的哈。但是当初我想要去拍安尼短，算是一个短片来本他个影看咯。因为俺你咪讲吼，俺的生命啊，比生死啊，冇体验，因为吼大家就闭口不谈生死。故所以讲，对俺也嘅弘扬有冇有存在几多嘅禁忌，几多嘅认知上嘅错误。故所以讲，俺哋用一个开放嘅方式，本大家提供俺哋做乜嘅，俺哋會用嚟做，大家越了解，俺哋新冠度力越唔會驚。但是你这个拍的方法嘛，可以贴片吼，有时间嘿，你这个去侧拍，这个在演最慢的一个主持稿的时间，我都想讲，哎，这个角度还蛮有趣的，同样的侧拍自己的脸这样子。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拍那一算是短片出去以后，他看你的反应有没有？他讲呢是，你咪講，哎呦，佢貼片咯，佢神奇啦，係佢神用佢神奇嘅一啲方法可以嚟講嚴肅嘅問題。錯，係。我嘅想法就會安尼，我冇想會吼按正經看一個事情，啊唔過我嘛冇想會按冇正經，我就會喺中間嘅維度當中去找一個平衡，係本大家啲啊嘛唔好講。冇正經係啦，其實也嘛算是咧講嚴肅嘅一個算是一個行業啦。因為其實所有嘅接觸到也行業嘅世界，應該說需要也服務嘅世界啦，其實都算是人歸必上嘅世界。嗰時雖然講體育可以提供過長嘅用嘅，但是其實我喺心態上面嘛，我一個過尊敬嘅一個態度來看一件事情。但是人嘅拍嘅方式其實我講過現代啦，過年輕嘅一種現代嘅方法，係咪人拍嘅呀？我即刻拍嘅，我即刻剪，即刻剪，以前有拍過。佢熟悉嘅嗰運鏡嗰度冇得剪嘅東西，其實佢係佢老練嘅。有一種把你當成偶像在塑造的感覺。嗰時我即刻拍嘅啦，啊有條時間我同我啲朋友講，誒用嚟同我翕。哦，夢中係有啲第三人運鏡嘅感覺。嘛個腳圖安尼去教過好安尼，係就同佢教。咁你嗰時間有想到講有一舊一塊是更新一版咯，還是相當讓嚟剪？我家境是一禮拜一次。冇咁簡單，即按摩下。因為其實戲尾一把我去剪，剪到當爽戲。嗰時候其實像我們按摩下的話，其實一禮拜週更的話，其實冇咁簡單嘅。會堅持，堅持。係啊。可是從也一種方式的話，等於都講用一種個對外人來講啦，我都會想話，因為其實我看到面書嘅一種，我能講短樣片嘅人來講嘅話，其實嘛係算是偏中年個講年輕嘅。嗰時候其實一定看嘅時間，唔係講為這個做準備啦，講為我哋睇嘢時做準備時，多多少少算是吸收一啲知識。那像你這個從事下行業地步呀，你這個有想到講未來，因為你這個讀經驗好行業嘛，未來嘅行業可能會行到樣嘅一種程度啊。我認為講以後嘅嘗試會越來越簡單，越來越簡單，越來越就講開始冇問題，因為有嘅是時代進步，大家就認為講嗰種愛開嘅愛開，啊唔過最了面啊，嘛係行上嘅人最重要。咁所以講點解啲攀入嘅嘗試嘅時間，我同主家講，可能自家某個能力做某個事情，唔好做超過嘅事情，我哋就因為我當然有拍戲嘅，我哋嘗試啊，唔係花費競賽，唔係講唔開越多錢你就定真好，唔係講唔冇錢就越唔好，唔係。我新冠度裡有隱瞞，我有為了我哋自信，有送很多，我哋有錢有好嘅。其實我哋客話有句話講，其實生前一碗水，你基本係講一粒頭，勝過過神的擺一個豬頭。係啊，其實今年晚上嘅時間好對，過神呢，你都叫一台上再擺一好一台嘅場面，嘛不一定看得到啊。但是有啲貴都有啲貴現實嘅問題，因為其實人家有嗰種算是一定係咧，一定係咧我哋嘅睇現實，嗰種以過神嘅時間有冇辦法去負擔去也為一個上漲嘅費用時間，你都要面對到咁嘅問題講。其實我哋時常面對，因為我哋有啲嘅社會橋會主動打電話過來，就會講
俺哋也可以有天然有么重大数年咧，唔做得天数么。俺哋一般时接到一个天花，因为啥讲拢已经算看过的啦。故所以讲俺哋接到一个天花，一定会接下来啊，一定会同伊天数。俺哋做义务，唔过唔系讲唔会攀那一排虫下，俺哋做义务安尼攀出门跟档安尼，就唔使钱。嗰時其實一種消費責任啦，消費責任其實喺每個行業地方還是要有負責，因為其實像有的人真係都唔係講故意啦，唔係講故意冇辦法去附加條件，有時嘅人生嘅一啲路途，一啲我行動用嘅一啲地步唔係離開家庭嘅，嗰時其實睇下最慢嘅時間，你用一啲專業嘅方法，比如啲最專業嘅行一條路，其實我唔係因為講。睇下行業地方嘛，算是作為一個真係自家一個社會一個責任。咁對未來呢，一公司未來一個走向怎樣？因為我本身係司儀啦，所以講我拜拜讀到家屬啊，真係有想法嘅，我要同伊講，唔用乜嘅想象力，唔同我講，我就同安排。所以講，嗰度嘅家屬有麼讀到伊有自家嘅方式，愛做乜嘅做乜嘅，我要同伊講，唔同我講。唔當我講，我就同安排，因為我就會本身就會司儀，自家就唔是去講去請到禮儀公司，禮儀公司又請到司儀，一個講嘅時間有一啲落差。唔過唔請我本身就會主持你，我就做得安排。因為我始終在主持，所以講我做得想嗰種嘅印象，乜嘅畫面，我做得安排下去。對家屬嚟講，伊感覺講。一個就係我設計對我呢種批嘅懷念嘅方式，跟我獨一無二。係啊，相信其實每個人對自家睇年三冇攏說嘢嚟講，對我可能愛出去旅行嘅，算是家屬來講嘛，其實有啲每個人嘅想象都冇咁樣。嗰時其實嗰種講睇下算是一個自吐發揮嘅工場地，可以講你每個人即係對愛出發嘅家屬一種新嘅祝福嘛，一種感恩嘛，其實我相信對每個人來講嘅話，其實算是一個最大嘅安慰啦，但是回到我哋今日嘅節目，你即係喺人生地方有度過幾難忘嘅事情？我有度到，因為一個人生總係我會做一行範，總係我會按堅持、按承擔一個責任。其實我嘅所謂時間、各種嘅時間啊，要擺觸動腦膜炎。嗰條時我踩是係，我就看到我阿爸阿媽啊，你同醫生求講，拜託將我拉嘢送去國醫，去嗰邊接受治療。我看到伊開下來嘅時間，我講真嘅，我心肝肚裡對於我自家嘅阿爸阿媽，對於我自家嘅家人，我剛剛講我真是真係有虧欠，因為我冇法度做乜嘅事情去答謝人，人為了我，伊安尼開下去，我心肝肚裡過唔攀地。高中嘅時間，我伴伊啲同學去眼睛去做沙石茶，茶時我半身癱瘓，我面到眼紅啊，1-2年冇法度下床。嗰時我爸爸我諗起來。講我用嚟行路呢，唔係講喺面從我行面到19年嘅時間，腳趾啊真是冇感覺。我爸咪腳啊真是會斷掉，因為好嘅人就本嚟學生嘅起眼睛就錯殺，但係講對，要聽一擺，要做乜嘅要聽一擺，要變成生涯嘅。第3條嘅時間，嘛係相同讀到一個要我自己好高。去肯定有用，嘛才是俾你熟悉。因為有啲體驗嘅，即個睇沙皮啊，睇強我，好家在有人看到我，佢嘛係冥冥之中有人看到我，去攞我看起來。一3件事情，對我呢心肝肚裡我想講，我嘅生命攏係我爸爸媽媽陪我嘅。我做得做事比我老阿爸阿媽強下來做事，安尼唔免兩全其美所以講我會堅持下去。
人龙王本来三败俱伤啦吼，终于了解这个人生是嘛个。错。谈到今个故事，我发现到讲，其实我哋的人生其实几多年啦哈，当我健康我哋对我哋的人生最尾一条路选择嘛几多年，但是我相信有一份心，好，每人都可以把一条路行到最好。今个感谢文平来到现场分享安精彩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观众朋友。休息下我哋听下啲先上来，听下运通哦。我跟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网站，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